好，来开始。淡水女学院，台湾北部头一间女学校就是淡水女学堂。第183该部书有建筑一间学校伫淡水泡大埔。好。第1月19日184开学迄日真热烈。了解。伫宜兰有100外个会友来赴。来赴咁就是来到遮的意思。来赴就是台语的赴会啦，赴会迄个赴吼。好，了解。赴期赴假，赴就是。到遮的所 attend 哦，好，参加。咁是这意思。是来赴。会友来赴，嘿。赴咁是较文的用法。应该是。也是用法啦。是哦，是真白话，好，来赴。不过，咁这个用法就是高一字，这个用法咁有定定咧用，也是定出现。即嘛人袂晓用啊。古早时有定咧用上。应该是有啊，就是赴任、担岛、赴会、赴时、赴客、赴准期。不过就是这寡就是拢是用伫一个词内底。不过就是敢有伫像迄个册，这个写法就是高一字的用法来赴。我就好先讲，这个用法敢高一字尔。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。你看，伊是讲这是文简哦。好。赴任、担岛、赴会，所以变成平常时讲话较袂安尼讲。系啊。好，了解。来赴。好。平常时较直接讲的是这个啦。倒一个。这个意思。只是袂赴，就是袂赴期，也是会对。赴期，袂赴期。对。系啊，这个较常听到。袂赴啊。好，继续吼。会友来赴。英国领主做主理，礼部书有演说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淡水女学院，台湾北部头一间女学校就是淡水女学堂。伫183该部书有建筑一间学校伫淡水泡大埔。伫1月19日184开学迄日真热烈。伫宜兰有100外个会友来赴。英国领事做主理，礼部书有演说。好，后一段吼。开学迄日有34个学生来入学，较侪是宜兰的边部。因为迄时台湾还未什么开化，无几人爱因的查某囝得着学问。了解。虽然女学堂无摕学生的钱，反转甲因出路费，做水衫，互因穿。敢是安尼讲，互因穿。房间，互因住。伙食，了解。伙食，甲因担当
哦，真好，也是无几人爱来读。既若来较侪，既若来较侪是宜兰的边埔，汉人较少。迄个既若，敢既是有然来的，鼻音？敢是有鼻音？迄个既，哦，应我记该是对，应该有偏音。好鼻音，好，安尼了解。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，开学迄日有34个学生来入学，较侪是宜兰的偏埔，因为迄时台湾还未什物开化，无几人爱因的查某囝得到学问。虽然女学堂无摕学生的钱还转甲因出路费，做水衫互因穿，房间互因住，伙食甲因担当，也是无几人爱来读。今仔来的较侪是宜兰的偏埔，汉人较少。好，继续好，后一段。好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学堂有村所在，通互传道娘甲较老辈的妇人人读。迄个老辈是啥物意思？老辈老辈就是老一温，较老大一文的人原来是安尼。即个我记一个好啊，老辈。我真正无听过即个词。老辈我嘛是敢若看音乐啦吼，我查看觅啊。有迄个汉字，应该就是即个意思。老辈，无查无。毋过第二点有收老辈，也是老辈即个词。老辈，也是古辈，老前辈，好，记一个哦。我看觅，已经是第63页。好，记好啊。好，继续吼。较老辈的妇人人读，因中间有诶去点拜堂做女工，就是现今的宣道妇哦。女诶查某诶宣道士叫宣道妇。了解。好，这段短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因为安尼，所以学堂有村所在，等下查你村里。村所在，通互传道娘甲较老辈的妇人读，因中间有诶起点拜堂做女工，就是现今的宣道妇。村所在，那就有村的所在，应该就是有村诶嘅所在，剩下 spare places。村 ，OK。就是因为学生无介多嘛，所以讲伊的房间啊、教室迄款的所在就有加出来安尼。但是迄字是读做村啊。有村第一条若是读村，第中吼应该是第一声，也是第七声。我看觅，也是两个音拢有村。我看觅第七条。无呢，就是伊讲村是第一声诶，所以讲咱讲话讲第七声，应该是因为变调的关系吼。村，真正无村有村无村，对啦，是安尼讲。村，村，OK，好。
一寡钱。好 OK 好，咱了解，因好，为了解。嘿，就是学生比原学本学生无出无系啊，现的较学生无少。介济，所以讲有学生比所在较少。即个好，台湾的即个重男轻女吼，应该是系啊，古早时汉代拢是安尼，汉系啊。汉人啊，汉人重男轻女，和比波比起来实在是差足多。系啊，就是讲查某囝无需要读遮济册，读遮所以济。会当想会 OK，到，就是讲吼，嗯即种对查某人的即种嗯，要怎讲？钦贝。嘿，譬如讲伫咧菲律宾，我相嗯，信就较无遮严重。哦，嗯嗯嘿，因为因就是即南岛族群的即种文化，无即种轻视查某人的即种程度，无甲遮忝啦吼，无甲遮严重。嗯，较好，譬如讲平埔哦，平埔对啦，嗯你若读较早，甘伟林翻译的迄什物荷兰时代牧师，伊嘛是迄当阵开迄个学堂，查某囡仔嘛拢来读啊。无讲即种情形啊，无查某人读书。你看迄个汉人一直到日本人设学校设，查某囡仔学生原来是加足少诶，比起来，你若看迄日本时代诶相片哦，学生囡仔相片，你甲看，查某囡仔绝对较少，哦，好好，少足多有诶少足多啦。你嗯，看，甲日本时代佫安尼，日本人要走诶时阵，迄个相片你会看哦，勉强就是有一寡查某囡仔，无其实足少诶。嘿，已经是好，义务教育啊，变成是强制性的教育，嘛是无好查某囡仔去上课。嘿，好，咱继续。嘿，好，继续后一段。好，伫1907，07，女学堂的课程以及别项拢改良，吼，安尼哦，改良，是目的目目的是要互查某囡仔，哈，哦，迄是 H 敢是？这是 TU 什么？D T TUR，TU R，敢若毋是啊？毋是敢是？毋是 TUI 会安那？对对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真好，对对对，TUI 对12岁以上的，敢是爱轻声？对，哎，好，以上对十二诶，岁，对十二岁以上的，也是以以上上的。读以就是上的就免就照安尼读吼，对对，就免轻声。好，以上的有机会通得到普通的学问甲姓册的教师。你继续好，甲读好啊。你讲好啦，女师会，女师会有拜文学书，女师会是好，女士变调女士会，女士会有嗯拜文学书，金文玲里有好，派文学书，有派文学书，好，金玲里文学书文学书。吼，书系啊，书啊，第七对对，条啊，系啊，是文学书，金玲里做校长，嗯，教员就是姑娘，教教师，这应该是教师这种吼，应该是嘿，第三条，好，是教师音音乐音乐，等一下我画这个第三条，教师音乐。歌仙师娘啊，歌仙师娘嘿，歌仙师娘陈混婷甲一个内地先生，好，了解。这段你干嘛来来我读。读一遍？伫1907女学嗯堂课程已经以及
别项拢改良，目的是要互查某囡仔对12岁以上的有机会啦，应该是机会哦，有机会通得到普通的学问甲政策的教示。女士会有派文学士金仁理做校长。教员就是高姑娘，教示音乐。歌声师娘陈训婷，甲一个落地先生。好，继续吼，下一段。好，第10月1日1907开学。迄日不止热烈，阁有24个生徒来入学。都是我想应该是生徒啦。生徒嘿，都是啥物？因为生徒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系啊，生徒应该是生徒啦。迄个音应该生生徒哦，就是学习哦，有应该是像你讲的是第5条才对吼，就是日语的学生的意思。哦，好好，我来记一个哦。哦，好，来记一个生徒。好，所以讲即句就是等者我记迄个第5条。好，好，改好啊，好，阁有24个生徒来入学，有诶捌淡薄白话字，所教就是国语、圣经甲汉文较侪，课程较侪是用台湾话教。初识迄初识迄点初识迄点得着老是哈，这是啥物？老是啥物？老是信台南的会友的网站哦，老是这个敢是一个人的名，看起来应该是人名。讲这个人就是台南的会友，有得到伊的帮赞，安尼。好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迄个头前63页上尾抓迄个初识，敢是讲学校开学的时阵。好，了解。所以讲初识迄点得到即个人的帮赞。好，了解。伊做下干，敢是所下干4年久，不知利益伫学校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买来读一遍？第10月1日1907开学，迄日不止热烈，阁有24个生徒来入学。这个入学吼，对啦，是安尼讲吼。我读小学1年的时阵吼，我会记得阮迄搭阵讲去注册入学。是。我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搭听这个词。这个词是。学入学迄当时这个学里因为台语这个学里我毋知什么意思，我就感觉这印象中就深啊，这个学啊。我就毋知学是什么意思。真合理的，就是学生，尤其是小学生，对开学这个词印象就深。对啊，我就毋知迄个学里到底什么意思吼，我就听入学安尼讲你无带恁孙去入学，因为迄天是阮阿公带我去注册入学的安尼。你带恁孙去入学安尼吼，对啊。你无带囡仔去入学安尼，我迄天敢若听入学这个学哩听几啊遍对啊。
我还有印象啊，我小学生第一天安尼，阮阿公带我去伫学，迄个印象佫伫。就趣味，嘿，是，有诶捌淡薄，有诶捌淡薄白话字，所教就是国语、圣经甲汉文较侪，课程较侪是用台湾话教。初识迄碟，得到老师新台南诶会友诶帮赞，伊做社监4年久，不知离业伫学校。回答阮是台湾话上课哈，即嘛叫做沉浸式教学哈，沉浸式话教学伫迄当就是安尼啦吼。系啊，就应该安尼，系啊。啊，因为用伊教白话字嘛吼，所以真正就是所教，就是所写，就是所讲安尼吼。会安尼，嗯，啊，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是。好，开学迄点，我就想讲，阮进前听即个词，感觉是听较侪是听人讲迄点。嘿，对。为什么就是来读册才知影，毋是迄点，是迄无，应点该是变迄点第八。我感觉伊可能写毋对。对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就想讲是我记毋对，也是变调的关系。应该是迄点就对。好，迄点。哎哟。毋过就是书顶嘛是写第八字。第八声。我看觅。毋过第八声，伊首的第八声，伊的意思是毋是时间迄段时间的意思。迄当时。系啊，迄当我看觅。点就是 moment。moment 哦，对，系啊，伊嘛是首第八条啊。所以是迄点。敢是后来的人讲话走音，也是变调的关系。应该是，看起来应该安尼，就是差不多迄点。我来看敢有收第四声即个音，无收第四声，来找台语看觅，迄点，无嘛无第四声，拢是第八声。系啊。应该是差不多点啦吼。对，迄点。系啊，毋过因为耳孔已经照惯习迄点即个音啊，即个音，所以讲若是就是讲着也是听着迄点，就感觉哎呀，无惯势听即个音。咱知影就尽量读准的音。读正开系啊，是，的确是安尼。我这两天，我看迄个，台湾有一个 channel。叫做敢若叫台立吧吼，伊用歌唱比赛，拢唱台语歌较侪，印象中拢唱台语歌吼。而且歌手参加的迄个程度水准足悬的吼。我就感觉有一个唱，敢若你看迄个 NHK 逐礼拜六中昼迄个罗多兹曼吼，就是伊拢会办迄个唱歌比赛吼。我咧看台里的时阵，感觉有成咧，即个人敢若罗多兹曼安尼，逐个而且即个歌手的迄个程度，日本的迄种罗多兹曼咧，佫较悬足侪。你讲的频道 channel 是倒一个 channel 遐？迄个，我讲频道是迄个唱歌的频道啦吼。毋是，我是讲你看电视即个唱歌。迄个 channel 叫做大力吧吼，大力吼。是倒一个所在的。我毋知影你看。敢是电视？就是我听即个，我用迄个 set-top box 看的吼。所以讲敢是电视还是网络的电视？是电视的 channel， 电视 channel 叫做大力吼。力是起立迄个力吼，立正迄个力吼。看觅。大力对，你应该。有呢，有即个电视台呢。我之前无听过即个电视台呢。哇，我就无伫诶，是。但是我相信少年囡仔无人会去看即个 channel。我真正是拢无听过，毋捌听过即个电视台，台的电视台。台湾的电视节目敢若讲台语，我较
听看的惯势，我嘿啊，我拢知影，我拢知影有公司，嘿嘿，啊，其他拢台电视台吼，啊，嘿是就是因有办即个歌唱比嘿赛吼，哦，啊，安尼真好呢，好好，我来加啊，但是呢，我就感觉哇，我实在是吼有够艰苦的，明嘿明都拢唱台语歌，嘿，对主持人到评审。讲华语讲哦，讲华语，哦，参加的人就是大哈，家好吼，开始唱台语歌，唱煞，就是敢若迄条歌是台语，其他拢华语。我心内有够艰苦，讲今仔日若伫 NHK，敢若唱歌是唱日文，拢讲华语吼，绝对感哦，那就觉就是莫名其妙的代志吼。嘿啊，莫名其妙哈，安尼啊，真系啊，真正足恐怖的吼！伫台湾已经是阮即运的吼，阮即种什么较早讲叫做5年级即种，嗯全部已经是华语化去。我知影，我伫阮小学的迄个群内底吼，迄个 group 内底，line 嘿 group，嘿，我就知影阮当初有话讲，伊平常时对即项咧咧讲台语啊，明明就是讲共砖头，逐个拢讲台语的，伊讲偏偏就哦，项咧安尼讲台语。就悲哀的，就是嘿啊，阮即阵咧，阮50出头啊吼，拢嗯安尼你就想会到嘛？阮的孙还是讲阮的查某嗯，囝，大无后生有法度讲台语，讲实在足有限的。哦，所以嗯，为虾米即嘛即个情形，就是我拄仔讲迄个大力电视台迄个情形就是安尼，就是我哎呀，心内有够嘿，艰苦的，讲嗯我咧看到倒芝麻的时阵啊，因若敢若唱日本歌，其他时间拢咧讲华语，我感觉是莫名其妙的代志。嘿啊，真正是嘿啊，讲毋知影讲袂使甲因互建也是虾米，这毋是一人问两个人问题，整个结果吼，就是即个问题啊。是啦，啊，嘿，对总统甲下底的公务人员拢是即种心态。安尼对啊，就算就是民进党较早，比如讲陈菊、苏贞嗯，昌，因可能嘿嘿，足侪时间，伊嘛是拢讲华语。哦，嘿啊，我相信你即马伫啊，咧新闻顶要听人讲台语，都无啥机会。有啥机会，嘿啊，无啥听，啊，应该是菠菜。真诶。我是毋捌咧看新闻啊，我毋知啦吼。我嘛无咧看新闻，我相信诶，吼，无遐尼兴趣，哼，应该原来无啥听着，我哩有吼，是，这是无法度诶代志啊，已经这好讲到这，咱继续来读。诶，拄则读，诶，你敢已经读煞，也是啊，爱，诶，我读书，我看嘛，好，拄则看到开学，开学爱为迄个，敢若爱为新的迄段开始读，开好，学迄好，帖伫台湾，开学迄条，对，拄则讲着迄碟甲迄碟，嘿嘿，嘿，是，爱读迄碟才是正确的，好。是，开学迄碟伫台湾，台湾公学校要真少，去读学校的查某囡仔也是少，等者我甲迄个声调画起来，应该是第二声也是少，迄时白卡的要真多，虽望是教会人，也是甲因的查某囝白卡，好，好，换你读，这1907年吼，1907年诶社会情形就是安尼吼。嘿啊，好，来我读。来，嘿，开学迄好，碟伫台湾公学校也真少，去读学校的查某囡仔也是少。迄时白卡的也真多，虽讲是嗯。教会人，也是甲因的查某囝白卡。嗯，好，一段伫1915学校有停止一年久哦，停止一年久，这是因为旧的学校上细间无合用，所以有拆。国起新的，国提新的，起国起新国起新的，到新的，佫去新，国起歹新势歹势，佫去佫去新的，国起新的，新的，诶，嘿，嗯，佫去新的啦吼。
你若是新的，去新所以的，叫新爱变调变第7调，啊下第5调安尼，搁去新的，吼，应该是，歹势啊，应该是新型，应该是别别别，变调才对啦。是哦，我应该读本调，搁去新的，嘿，对对，好好好，好，到第5月1916，新的学校建建着好，煞改名改名意思改名叫做淡水高高顶，高高等女学校，嘿高等是。高顶高级啊，吼，高等，高等原来是安尼高嘿，中迄个高等了解了嘿，解，好，高等女学校，嘿，好，即个第六，嘿，什么新的旧的吼，咱朋友是，嘿嘿嘿，咱讲话是讲新的旧的啊吼。有诶，嘿，啊啊，因为伊写做我啥嘿，毋知就是要读，真的，你搁讲一摆，但是咱生活中惯势诶讲法是啥物？这新的新诶，旧的，哦，吼，新诶旧诶，就是嘿，较顺嘿，诶变调诶方式，好好，嘿，对对，新诶旧就是诶，好好，所以新讲诶旧诶，新的旧的，就是会用轻声尔啦。新诶所以头旧诶。前迄个是读悬调吼，新的旧的吼，呢句话，对，安尼，嘛毋是我就嘛毋是，感觉安尼嘿，嘛毋是听起来就较惯轻声，势安尼。这到底第几调？新的旧啊，的，新的新的句话，旧的，听起来是吼，轻声，系啊，嘿，嘿，是啊，是，嘿。好好，长的新的句话，大的细的吼，拢安尼读啦。我嘛是读对，就是讲读是大的本调做，后壁迄个安尼做补助的即个词安尼。是，所以讲头前嘛是本调，新的嘿，句话，大嘿，的细的，好，老的，叫做老的老是的是是，老的老的幼的老的老的细的吼。有的，是，好。拄则读到好，读到遮嗯，第6月1日，1916，敢是1616，16是第嘿，8条，1916，好，1916开学，有请民民政长官了解，嗯民政长官夏川宏，哎哟，好，夏川宏甲台南甘威廉，甘威廉，敢就是甘威廉毋是讲话博士演是，讲是嘿，无共的人，嘿，甘威威廉，廉是威廉，哦当然甘哦，威廉嘛是威廉啦，所以，系啊，是无共的威廉安尼，嘿，嘿。甘威廉博士演讲，了解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伫1915学校有停止1年久，这是因为旧的学校伤细间，无学用，无学用，所嗯以有拆，搁嗯起新的，搁起新的，嗯到伫5月1916，到伫5月1916，嗯新的学校建筑好，嗯改名叫做淡水高等女学校。嗯伫6月1日1916开学，嗯有请民政长官夏川宏嗯甲台南甘威廉博士演讲。嗯，好，甘威继续吼，廉后壁博士应该是要连做伙来的，对啊，为虾米拍个注加照，一个斗去对啊，拍个注照以后，咱就要来读。OK，呀？好，后一段吼，好，本校分做哈5科等一下我看本校分做伊写毋5对去吼，科甲高等科，应该是5科是预科迄个预，5科才对。等一下，所以讲袂安怎写？
第七声，有第七声。哦，好好，我来改一个第七声。诶，好，第七声好。五科就是预科，呃，这个意思五就是科敢是就是五科应该是那敢若初中啊，高中科是高中安尼。哦，好好好，了解。诶，应该是嗯，我无啥会记的，但是应该是好，安尼的意思。我小查者吼，还是讲毋对。嗯，诶，了解了解，就是第二遍数的音是 K 五 K，就是你讲的 有嘛吼，有收吼哦。KHE。嘿好来来，伊有解说是啥物意思？无，伊解说就是讲日语。无解说，但是我讲啊，系啊，原本有。系啊，对无对无。哇，真正是无解说。五科五科五 K，咱来看 Wiki 敢有解说科若是若是 Google 找着汉语的词典，就有讲是古籍高等有讲伊讲是高等学校成立大学的进前的阶段，我来看卖讲五科高等学校成立本科前的，这个五科我看卖哦，这个五科要安怎理解咧？代进前嘛是有科，讲敢若是高等学校，所以讲有科是高中的一款的意思，敢是这个意思？讲是嗯，有科就是中学毕业，高中甲大学之间哦，中学到大学之间会使选高等学校，也是专科，所以讲高等学校有科嘛是有科就是某咪大学的迄个对，我讲嗯。五科高等普通教育，高等普通教育就是高中吼，对嘿。嗯，所以算是大学进前的一款好啦，五科就是大学前， OK，来，日本时代师范教育一直是附属伫各区学校内底，一直到1919年公布台湾教育令了后，奠定师范学校的制度甲地位。迄当阵的师范学校规定设置有科甲本科，有科是1年，本科4年。哦，师范学校我看觅啊，就是有科甲本科过来，我看觅。好，你看吼，嘿，你看有科拢是嗯，头前这几年，哦，顶头这是叫做高中科，哦，高中哦，女学校这都无啊，所以应该是有科，就是我对遮讲的，就是咱敢若初级学校，较早叫做初中啦吼，即码叫做国民中学嘛吼，就是初中、高中安尼。哦，嘿，呵呵，所以有科甲高中科就是嗯，初中、高中。
伊即嘛看吼，有科读有科就12、13号，读高中科就是15、16号安尼。哦，好，来看觅。所以即只我记得我之前有读过即个教育史方面的资料，我是有读着即个，我说淡薄印象，迄个有科甲高中科。有科甲高中科，好了解。毋是即嘛迄个法律内底有科是，那什么大学预备学校，就是要读大学进前去读一年迄种个有科啦，但是毋是日本时代有科吼，日本时代有科是我应该是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。哦，好。我讲其他的资料有。哦，了解，好。来，旧制，即是伊基要考中头吼，伊基要考是旧制中学校。嘿。我看觅内底有写咧有考无？这是后来的啦吼，高中啦吼。师范学校旧制有考1年生，但是这是师范学校。我想讲师范学校有考1年，本科4年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科，即个有科无共，是啥物意思？还是无啥物其他资料。好。以后看着再注意些。好。好 ，OK。好，已经10点半啊。来者10点半吼。好啦，不然咱即段以后再读啦吼。后礼拜着后礼拜拜六来读。后礼拜后礼拜就是拜六。拜五暗吼。是拜五暗。好。安尼咱再后礼拜再来继续读。后礼拜继续读。有科这是写了，应该是写毋对了吼。应该是第7条。好，好啊。安尼后礼拜再会。好，多谢后礼拜再会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